天口咁熱，呢百幾個消防員因乜事咁燥啊？我哋行54，其他已經行緊呢個44，我哋翻多人10個鐘咁。我哋唔出嚟咧就一定冇用，出嚟就有用噶啦。危險性喺咁多個紀律部隊裏邊咧係特別高。喺而家咁嘅天氣底下咧，人哋咧就係涼住寫字樓，涼冷氣啦嚇。我哋着住件棉衲，即係嗰件救火衣出去做嘢，唔使救火，一般市民都可以話俾你聽會中暑噶啦，會脫水噶啦。班消防員就話：今次只係細規模吹下雞咋，再解決唔到工時長嘅問題，唔排除有進一步嘅行動。唉，做消防員又的確幾辛苦嘅。不過保安局就話，紀常會報告書規定咗，要減工時就要喺唔加額外資源同人手，以及維持服務水平嘅條件之下進行。因為如果你唔加人手、唔加資源，你點樣減工時呢？我真係諗唔到。唯一一個方法減工時呢，你咪出少啲車咯。但係呢個人命關天，大家都唔想揾人命較飛㗎。消防處就話，要加800個消防員，只可以將整體工時減到48個鐘。